再来关心气象局预测讲，为昨昏起，小连续3天尾仔民众拢有可能伫咧台北市忠孝东西路看到这个景致，这互人讲是现日。这届若是看无到，就要等到明年4月底5月初才有机会。因为这几天天气袂歹，就有一寡人先来占位。气象局嘛提醒大家讲黄昏的景致，也毋过有时阵日头光也是真炎，应该就要挂深色乌仁的目镜来保护目睭，较袂插目。另外，就算离奇马风台已经慢慢离开台湾，也毋过咱嘛听到。气象专家提醒大家，讲这礼拜有可能有1、2个风台会搁再形成。感觉色个日头看落山，日头搁拄好伫咧2排大楼的中央，实在真水。互人讲是台北曼哈顿现日的美景。为礼拜开始，小连续3天，超尾暗6点的时阵，伫台北市的忠孝东西路拢会当看到。前几年有来过一次，没有拍到，所以这次来补考。我是早上就来了，觉得它很壮观，就旁边有这个大楼的这个衬托。今日占的到位，就算外口真热，也受民众透早就来忠孝西路的天桥顶的占位，因为若是这回无看到，想要伫台北欣赏到现日，上紧就要等到明年的4月底5月初才会当搁看到。适合观察全日的情形呢，是在今天比较偏属于北部地区，主要就是天空晴朗，那再来就是没有什么下雨。敢有法度看到现日，嘛要看天公伯有要斗3天无？离奇马风台才拄离开台湾，即马气象专家彭启明讲，后礼拜未有风台，不过规个环境会互风台发展变较顺利。为欧洲模式来看，后礼拜有可能会有1、2个风台架起来。季风低压的里面呢，其实陆续都是会有一些云簇生成，也是适合台风生长的环境。不管风台有要来无，一直到9月，太平洋嘅压带拢真适合风台的发展，民众千万袂当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